政治大学有法律系学生最近同亚公有成立一间新创公司，而且这间公司是咧教人讲安怎约会、安怎拍七辣，也过事实上可能嘛有牵涉牵高的服务。检方指控的学生是强调讲绝对无性交易，也有嘛向社会大众回失礼，而且讲会把这间公司收起来。目前学校已经介入调查，警方嘛去了解。伫社群平台打广告，教人安怎拍七啦，佮推撒约会 party。这间新创公司提供各种活动课程，佮亲像伫教人安怎制食，毋过出现约会4点钟收3.5万，会当有亲密的动作，这个大文，互网友一直传，这个有牵涉到性交易，引起议论。顶着正大的那个名字，所以就伤害到校誉。真的有人去学把妹，就代表有这个需求嘛？但他今天的问题是，我觉得他已经涉及到跟法律的言辞相关有一点问题了。这间新创公司4号的负责人是政大法律系学生，选伫学校的社群平台研究人才行销，网络顶搁捌流传相关的宣传影片。有同学讲，这个消息已经流传一段时间。这个影片居然会被拿来做，就是这公司可能有违法的疑虑，这件事情好像变成说，你当初说要拍影片的内容，跟你后来公司在做的事情不太一样。那后续最近一次同学就是负责人是说会把这个影片删除。这件代志互人公开了后，4号的同学伫网络顶写文章回失礼，讲确实有想要提供出租女朋友约会体验拍起来教学者服务。毋过也无人客甲盈利，佮讲无提供性交易，也决定要甲公司解散。恋爱家教可能会去觉得他好玩，或者是觉得他好笑，然后去模仿他，他还是在用把妹这样的词。他除了好像把女性物化、女性工具化之外，他其实还带有这个异性恋霸权的这种恋爱造成的这个背后的意识在，我们都可以从底下的留言观察到，是蛮多人对这件事情有所不满的。青年学生创业本来是好代志，毋过牵涉到性别讨论，学校是回应法律系主动对这个学生囡仔展开调查，佮依照相关规定提送奖定委员会审议。若做有牵涉到性别法，会由性别会依照规定处理。学区警方搜证了后，会看警方传这个4号同学教案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